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这个诈骗集团头壳发资，实在有够熬骗。台北市长郭文泰的后生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，讲伊伫咧网络顶买册，交易失败，爱按照着指示到自动提款机去操作去退钱。市长的后生就照指示前后操作7届，上尾也发现讲口座竟然减15万，这个时阵才知觉着讲去互骗去咯。啊，讲警方已经抓到2个车手，将会依法来侦办。监视器翕到一位查甫人到 ATM 头前要领钱，搁一直摸手机啊。镜头刷到另外一边，搁有一位伫无爱查甫人豆豆排队等要领钱，毋过其实因是诈骗车手。哄骗的人是台北市长郭文泰的后生。伊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，讲伫网络顶买册，毋过交易失败，爱照指示到 ATM 操作来退钱。伊前后交易7摆，哄骗15万，感觉怪怪，就随来报警。因电商网站遭骇客侵入导致民众交易的个资外泄而遭诈骗。我想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个案，然后感同身受，也认为说，其实每一位市民或是他的家人都遇到这样的一个诈骗个案。警方已经抓到2位诈骗车手，嘛要提醒民众，若是有看到可疑的电话号码，或者是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，和电户扣钱升级 VIP，都要随甲电话挂掉，避免去用骗钱。